要害羞，大声一点，什么王？希律王对吧？是不是？各位兄弟，其实咱看福音书内面拢有讲一个希律王对无？哦，这个希律王真奇怪哦，伫耶稣诞生的时阵嘛讲到希律王，即马讲到12使徒的时阵嘛是希律王，到后面佫佫是希律王，这个希律王活遐久啊，这个希律王较活遐久，其实爱做点仔解释哦。这个希律王伫耶稣写出来迄个时代，这个希律王，伊叫做大希律啊就是当以色列甲南犹大去互灭国了后，拢一直逐个国家的统治到希腊这个帝国伫犹太人的历史曾经有复国一段时间，叫做马加比王朝这个马加比王朝就是因犹太人家己做迄阵的希腊帝国无咧参与。毋过，这个王朝嘛，到尾家己拍家己，两个兄弟咧钱上咧做王煞去罗马帝国趁虚而入，拢规个抢起来。罗马帝国趁虚而入，规个抢起来从罗马帝国中派这个人，就是大希律来管理巴基斯坦遐规个，巴勒斯坦遐规个犹太全地伊是不是犹太人？唔是哦，圣经讲伊是以图买人，其实就是以东啦，以东人以东有印象无？以东就是啥物？祖先是啥人？唔是，以东。以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以扫上个兄弟啊。哪个跟兄弟都乱掉了，都放暑假了，来。以东是以扫就是雅各的兄弟后来他就以东人就是大希律以图买人，所以很讽刺到尾是一个以东人咧管理犹大全地这个大希律最有呢，是咧讲伊为着要杀耶稣，伊甲所有2岁的囡仔拢嘛害死了这个大希律不只是害死囡仔伊阁害死因某，害死因囝，遐个牛啥物害死了，为着伊要巩固伊的王位伊有10个某，到尾伊甲伊的王位传互伊死之前无处理好势，传互2个囡仔，拢第4太太4姨的4太太应该是3姨是无？外母3姨的4个2个囡仔，一个叫做亚基老，一个叫做希律安提帕。咱就知影伊这个囝嘛叫做希律，所以希律就是讲是一个王的名称王的名称不是人的名称安提帕，这2个人，伊是犹太人的王，伊是干那伫加利利家分封的王，这个较细只这个亚基老较大只，毋过到尾亚基老伊表现无好，去罗马帝国甲废掉。毋过伊嘛无甲犹太人这块地、这块土地交互迄个希律安提帕。罗马帝国从为伊开始派巡抚来管。咱和合本的圣经甲翻译做巡抚是讲总督迄个现代中译本看起来翻译做总督所以伫迄个所在，就变成2个系统，一个系统是为罗马帝国派落来的官，一个系统是嘛是犹原是迄个希律的那个系统，希律王那个系统即马咱先来看这个罗马的巡抚咱来看到罗马
宣布上世界上有名倒一个？甲耶稣电死的迄个倒一个？啊？真的在放暑假里啊！叫什么名？小朋友叫什么名字？你不要说我叫陈玉峰，你是咧问你的名？谁定死耶稣？比拉多哦，比拉多是迄个犹大地区第几个巡抚？你，互你摇，第几任的巡抚？第几任的总督？总督。已经到遐已经第5任嘛？哦，你安尼就知影吼，犹大地迄是一个这恶管理的所在吼，因动不动就叛变，哦，所以这巡抚拢带咧等，哦，因若叛变，因来叫换落来，啊，因叛变哦，这个巡抚若去镇压啊，杀死伤侪人哦，嘛是会叫换落来哦。比拉多后来就是因为受过残忍，啊，叫罗马帝国。甲换去别个所在，伊自杀死，吼。即摆来，今日咧甲保罗讲话是比拉多的下一任吼，迄是那是上个礼拜甲保罗讲话，叫做腓力士第6任，第7任就是今日咧甲比拉多讲话迄个，吼，骂比拉多讲啥？啊，骂保罗讲啥话？啊，你咧讲啊？哦，就是这个菲斯都吼，第7任的巡抚。好，咱来看这个大希律，伊甲大希律了后，所就讲另外一个希律，迄个叫啥？是这个安提帕，哦，这个敢若一个细细一个小小的地方。哦，啊，毋过即个希律亚基帕就是算是大希律的孙仔，哦，就是下带迄个安提帕的外甥，不要乱讲，神啊，卫星，哦，卫星啊，哦，即个希律亚基帕吼是一个能力很强的王吼，啊，伊多自细汉甲罗马帝国的凯撒吼。一个犹该凯撒，该犹凯撒，做伙大汉，所以罗马帝国总甲规个，搁下伊都诚做一个统一的犹大国的王吼，伊做强盛。啊，毋过吼，伊就是开始许多雅各、利亚彼得去管迄个，有印象无？吼，甲雅各杀死，甲彼得掠起来，就是即个希律王。啊，毋过今日讲到保罗这个时代时阵吼，这个希律王伊到尾是叫唐加士的，哦，受过骄傲叫唐加士。希律亚基帕2世吼，大希律的干仔孙，哦，这个干仔孙，因爸爸就是伊是过身的时阵，伊敢若10几岁尔，所以罗马帝国无放心，甲规个犹太地拢互伊，所以又恢复成巡抚。伊个敢若是做加利利的王，迄个巡抚的地位佫造出来，所以到伊遮的时阵吼，就佫共款啊，就是伫迄个所在有2个系统，一个是罗马帝国排官，一个是希律的王，就是今日的故事。是安怎保罗伊爱先去互迄个问，迄个菲斯都问了，即个亚帕基王过来问保罗，甲伊讲，就是讲，迄个时阵就是有2个系统，犹大地就完全都归巡抚来管。好，咱今看今日的经文，这个菲斯都这个巡抚，这个官，伊甲保罗讲，保罗啊，你是安那？你咧讲啊？讲，安怎讲？也讲，毋是读家己迄个讲，是也讲迄个讲吼，癫狂啊吼！安尼有即摆较白，家己安怎讲？
起笑，你是咧起笑就吼。保罗吼，进前甲即个阿巴基王讲介济福音的代志，讲咧吼，即个徐父伫边仔听，伊伫咧甲讲，你是安怎？你学问伤大，你安怎？你咧讲啊，你起笑啊是无？啊，毋过另外，伊搁对迄个阿巴基王讲介一个代志，就是迄个阿巴基王甲讲啥？你想要用小可口肯，就要互我做基督徒？这介趣味的对话吼，咱想一下吼。咱若想保罗等于是咧传福音，伊传福音互两个，一个是大官，一个是王。伊传福音，伊甲这两人咧传福音。啊，一个甲讲伊是咧创啥？一个讲保罗你起笑啊！哦，你读册读伤济，读甲去互歹。哦，你竟然咧传啥物死人跟我？哦，啊，即个耶稣明明就去互阮罗马帝国的官电互死啊！比如讲，即个耶稣佫已经安怎？已经跟我。哦，即个菲斯都人，即个巡抚吼，罗马帝国代表罗马帝国的，即个菲斯都伊讲，你已经起笑。啊，要代表以东人，哦，甲犹太人有关系，即个王亚帕基王，伊对保罗伊的反应，其实是更较讽刺的。伊知影保罗咧讲啥，哦，伊知影保罗咧讲即个耶稣基督是咧创啥，所以伊总甲保罗讲，我是毋信的啦，啊，你若是想讲吼，你会当要小可，你甲我考证一下吼，我就会变做基督徒吼。你是咧笑伤哦，两款人面对保罗咧传福音的时阵，两款的反应。哦，这会当真少咱基督徒吼，好好思考的一个代志。各位兄弟，咱有咧起戆无？啊，我们有没有癫狂啊？有无？各位兄弟？袂咧，咱看咱介理性的有无？我们很正常对无？咱正常甲吼，咱甲一般会记得道理一模一样吧？咱虽然讲哦，主耶稣是玛利亚在世路生出来的囡仔，有相信无？各位兄弟？有。啊是讲的就放伊出来。是性情投胎，在世路玛利亚出世，这是用念的，就无咧甲想啊对无？啊，讲主耶稣，伊是道成肉身，哦，伊是上帝成做人，啊为着人的罪来死，啊有相信无？有。真正吗？真正。啊是当做一个信用个别念的就煞。啊，主耶稣基督伊不只死，伊搁活，啊搁上天。像昨，阮咧为咱老兄弟范泽明老弟兄，哦，伊的埋葬的礼拜，就讲着主耶稣基督，伊约翰福音所讲的，讲我要去天父为恁备办所在。耶稣说：“我会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住处。”各位兄弟，有相信无？相信。这是咱信用的根基，咱敢有相信？若有的时阵吼，这个世界会甲你讲一句话呢。笑。讲你安怎？笑。你起笑啊？各位兄弟，你有起笑无？无。啊，无起笑啊，搁相信这，也是讲吼，我歹势互人讲我起笑，所以我就安那，就无承认这个代志。这个代志敢若吼，会当伫对讲，头拄遐个代志敢若会当伫对讲，伫教会内面讲啦。啊，即摆若出去咧，伊都大尾三字啊那，甲扛起来。我甲一般人一模一样啊！咱是毋是甲一般人一模一样？无。各位兄弟，咱甲一
几个人差伫对？啊，相信啊，若拢无讲起，就人就毋知咱是基督徒啊，是毋是？我问各位兄弟，咱甲非基督徒吼，上大的差别伫对啊？咱日常的生活，咱活出来，咱甲非基督徒上大的差别伫对？上帝，你讲食饭前会祈祷安尼，是毋是差这尔？无差伫对，各位兄弟。哦，咱专弟兄讲一切荣耀归于神。吼，这旧年哪说嘞呢？哦，伊讲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这就是这真正是咱长老会上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精神吼。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啊，毋过这嘛会当真做一个口号啊，一个口号那尔。我要讲的是。基督徒到底是甲非基督徒，伊伫世界咧生活的时阵，咱到底迄个差别是伫对？有当时啊吼，咱咧看即条经文，当然咧讲保罗，你是咧误嘛是？你是咧取笑的时阵，咱会感觉歹势呢。一个基督徒是安怎会叫人讲是咧取笑？啊，毋过吼，有时候我们可能要承认一件事情。咱可能来承认一件代志，咱基督徒所抓条的迄个价值观，咱所有的一切，可能这个世界会甲咱当作是啥物？取笑。是安怎会为着这个原则？是安怎会为着要保持这个精神？基督徒会甲遐注意、遐看重，咱可能。会互你，互这个世界的价值认为是戆的，是戆的，是取笑的，是出问题。保罗互这个巡抚，这个菲斯都，美讲伊是取笑。啊，不过保罗讲，我无取笑，因为伊抓到的是真正有价值，甲这个世界无共款。另外一个所在，就是这个亚帕西王甲保罗讲的，你竟然抓做你会当安尼小可甲我考劝一下，会当互我变做基督徒，表示这个亚帕西王安那，伊的心安那，正硬对无？哦，伊的心正硬，啊，毋过伊甲下头迄个菲斯都无共款。表示这个亚帕西王，伊对耶稣基督的认捌是较深的。伊知影保罗咧传的是啥物话，啊，毋过伊安怎？伊对伊无爱信，伊无爱信就是无爱信。各位兄弟，即块人有济无？有济无？济。你毋通讲我就是哦。这可能为这段的对话，咱可能就问家己。基督徒，咱要安怎传福音？要怎么传福音啊？要安怎传福音？有当时啊吼，基督徒对传福音这个概念吼，就是亲像下摆咧亚帕西王咧讲，咱想要甲人吼用讲的，讲到尾啊，互伊变做啥货？基督徒，是不是？用传福音啊！传福音是安怎传？传福音是安怎传？用嘴传嘛，对无？我就甲你讲好，主耶稣是听你的哦，上帝嘛是听你的哦。哦，啊，你若来信耶稣吼，你得安怎？得永生。你得这个代志发生，这个好代志发生，啊，一直传到尾啊，要甲人变做基督徒。吼，所以讲，咱常常甲传福音。当作是用讲的吼，要甲人讲到变做，互伊讲到变做基督徒。安尼的时阵，我变做送，较甲我讲送就赢，是毋是？各位兄弟，这个房间送上甲我讲啊，牧师上甲我讲吼。我讲有介绍传福音，人可能
定心来思考，啥物叫做传福音？吼，啥物叫做传福音？咱唔通传福音是干那要用讲的，甲人讲做变做基督徒，吼，讲的无效。敢袂记住？耶稣伊咧宣扬福音的时阵，耶稣世界咧行，伊咧介绍讲上帝国是生做啥物款？咧解说的时阵，尾仔常常讲一句话，伊讲啊，有耳孔通听的，着应当听，是毋是？是毋是？各位兄弟，咱顶礼拜捌讲过，听是啥物意思？啊，袂记是记啊，听有一款听位正耳孔入去，为倒耳出来，安尼是有听无？无听，拢根本无听到。第二款听，正耳孔入去，倒耳孔读的无出来，啊，毋过无明白，听无，安尼是有听无？嘛无。第三款听，正耳孔入去，倒耳孔无出来。有听着，啊，搁有听明白，哦，安尼厉害吧？安尼就是听着无？唔嘿，唔是啦。啊，咱遮拢做爸爸妈妈做过，煞毋知影啥物叫做听。咱咧骂囡仔时阵咧骂，伊讲陈玉峰，你有没有听话？安尼什么意思？有没有听？你是不是没有听？有啦，他很有听话。啊，毋过咱咧讲，嘿，某物囡仔，你有听话无？咱是咧甲伊教到啥物话？教到有听入去，有听清楚吗？是咧教到啥？这个伊是毋是有照你的意思去行做啦？去行为，去行动。所以听内面有隐含着行为。好，这个概念咱应该爱抓牢。吼，听内面有行动。啊，不只是安尼吼，当咱若认为咱咧用讲的，甲人讲做基督徒的时阵吼，咱嘛得爱共款有一个理解。传福音若是用讲的，这个讲的后面嘛应该有啥物话？有迄个行动真做基础，袂使干那用讲的。既然听后面有行为，讲伊的基础嘛应该是啥货？行动较对。你讲保罗对这两人传福音，啊，毋过伊咧讲的背后是表示伊有介济行做。伊若无遐个行为，无遐个行动，伊无可能会去得失遮犹太人，伊嘛袂去用掠去关。这是保罗伊咧传讲福音，伊背后有基础，就是行动。各位兄弟，咱活伫这个世代，若讲到传福音，拢想到啥物话？讲到传福音，拢想到啥物话？想到用讲的，哦，想到要有迄个布道大会，啊，顶头徛一个牧师，一直讲了，大家拢变基督徒。毋是，我毋是讲讲无重要，我是讲迄个传讲的背后是应该要有迄个行为，成做一个基础。啊，各位兄弟，上尾我要问各位兄弟一个问题：咱基督徒咧传讲福音背后迄个行为啥货？敢会当用简单的概念甲我讲，是啥物款的行为？啥物款的行动？哦，看到 Joyce 嘴巴动了一下，啊，是啥物款的行为？真做基础，基督徒关怀别人好，啊，搁有其他别款的讲法来想法无？啊，是恁心内拢有一个答案？啊，毋过吼，恁拢是讲，我无爱甲你讲，就是无爱甲你讲。啊，有无？你心内有一个答案无？就是讲，咱要传讲福音，
背后迄个行为那个行动的基础，迄是啥物物件？啊？听嘛，是毋是？爱彼此相听，是毋是？基督徒的生活若无活出即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迄个新的命令，彼此相听，伊要传讲的物件拢是假的，伊要传讲的拢是空的。哦，所以咱真正来有即个行为诚做基础，较来讲用讲的，要甲别人讲做基督徒，这是有可能。哦，亲像保罗所做。这是有可能，咱会当用传讲的，甲人变做基督徒。毋过有一个前提，就是咱的性命爱活出迄个有彼此相听的关系。咱搁重申一届，对即个传福音有一个新的认法，啊，较作为，毋通互伊停留停伫用嘴咧讲，三甲来记倒。阿爸爸兄弟，阮真正感谢，阮下遮的人，拢是弘传福音的人，拢是福音传到阮的心上的人。无论是第二代、第三代，还是第一代，阮拢是福音临到阮的心上的人。为着安尼，要大声嘮嘮感谢你。嘛帮助阮有亲像保罗即款的热心，阮甘愿要活出即款的生活，互即个世界认为阮是起笑，是戆，是苦，互伊看做阮是有问题，啊，毋过阮心内明白，清楚明白，啊，爸爸，阮是掠着上帝国的价值观。阮甲即个世界本来就无共款，求你保守阮，伫即款的无共款内面，我要活出真实你所欢喜的生命。啊嘛，甲阮即款的生命传扬出去，影响阮四周围的人，这是你所欢喜，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救主，我少年你的时，见你充满心怀，总是见你甲你徛起，搁较甜蜜你啊！啊，三九的信息，856首，救主，我少年你的时，感谢上帝。